这山药呢，这个是菩提树嘞，这菩提树啊，这菩提树，自己长出来了。山药是一小丸了，一小粒，时间到了它就会长叶子了。山药的叶子比较茂盛，一小粒哦，比大拇指头还大，一小粒。到了梅雨季节大概就生根发芽，长叶子了。这菩提树也是长得大，看颜色不一样，就是比较翠绿的是比较新长出来的，也长得很快啊。